再過100日左右，2009年全球最大嘅體育盛會世界運動會即將喺高雄開幕。除咗各個場館已經準備就緒之外，最重要嘅開閉幕式有煙火表演、虛擬舞台、巨聲演唱，將會動員4000人力，打造出超越北京奧運嘅氣勢。3000發嘅煙火將會喺7月16號晚由40公尺高嘅世運主場館屋頂直衝天際，長達3分鐘。全台首見嘅環跑式煙火表演，只不過係開幕典禮嘅精彩部分之一。由10部巨型投影機投射出100平方公尺嘅巨型影像，結合頂級聲光效果同埋科技，將台灣文化傳達到全世界。仲要邀請國際知名歌手海莉嚟獻唱。想要親臨現場感受嘅民眾，4月1號世運賽事門票將會正式開賣，31個比賽項目，全球81支隊伍，5000幾位運動員喺10日嘅競技之中，能夠徹底感受